雙學吹雞包圍政總，警棍搏到見紅。雨傘運動65日，北京同 CY 借勢暴力回應，雙學決定行動升級。9點宣布包圍政總，金鐘佔領區嘅市民兵分兩路出擊，打算佔領龍和道。行最前嘅係一班學民仔。靠嘅即係自製盾牌。由飛虎隊同機場特警組成嘅清場部隊係咁驅趕，一度拉咗幾十人。警棍係咁揮，胡椒噴霧就係咁射。更加有人被撲到爆光。激戰一輪，最終都成功佔領4條行車線。差人要退到特首辦外，冇耐，龍和道條隧道已經逼爆示威者。大約到11點，學聯話已經包圍政總，呼籲示威者留守到返工時間。佢哋又不滿警方用過分武力制服示威者，仲話大批市民願意出嚟反映爭取普選嘅心未死，批評政府繼續用拖字訣，唔肯正面回應普選嘅訴求，衝突到凌晨都未結束。